Hello，大家好，我咧今日想同大家做下咧，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喺戶口裏面更改付款嘅方式？好啦，咁我哋入到呢度啦，咁我哋就選擇你所屬嘅國家地方。咁我而家咧就係需要修改香港嘅，咁我就揀香港啦，中文版嘅。好，入咗去之後，咁就登入去自己所屬嘅戶口，好，會員號碼。好，登入咗之後，你望到上面呢度咧有一個 EN 跟住香港區旗嘅，其實你撳一撳呢度咧，你就已經可以選擇香港嘅中文版啦，或者直接去美國 NFL 嗰度購物嘅。咁 NFL 就係買美國嘢，咁我哋今日就做咗中文版去改咗嗰個付款方式先。咁去左手邊我的賬戶，進入去我的錢包，英文就係 My Wallet。咁入咗呢度之後咧，你就會見到啊，我擺咗一張信用卡喺度喎。其實我只需要撳新增付款方式，咁就已經可以揀付款嘅信用卡嘅啦，或者用 PayPal 又得。咁我譬如揀 PayPal 咁樣，咁佢就會彈咗去你 PayPal 個戶口啊，即係等你去登記啊咁樣咯，就係咁簡單噶啦。咁啊，希望幫到大家可以更改你嘅付款方式啦。